好的卫生习惯，手洗干净，牙齿好好刷。小学生用戏剧逗趣的演出。猪妈妈教8只小猪的故事，轻松引起共鸣，台上台下一样开心。客家话也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回荡耳际。这个第几多名？得到什么名次？全国第1，而且已经是连续2年了。唱吗？再加油讲客家话。透过戏剧比赛，小朋友说的流利的客家话，推手是他们口中的快乐婆婆，4位退休老师。如果有祖父祖母在家里讲客家话，他们就自然就耳濡目染会讲。但是80%的小朋友都没有这个机会。剧本设计日常对话，校园里处处可见语言教学的巧思。耳濡目染，客家的孩子、非客家籍的孩子，慢慢都说客家话。客家话，学校当然也是有局部的一个课程啦。毕竟我们关系是客家庄啦。所以说呢，你将来出去的话，就自然而然就很融入整个社会了，就不会说，哎，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客语学校的意义不在评比，而在孩子们可以随意说出客家话的那一瞬间。上课喽！得到第几多名？全国大头名。得到第几多名？全国大头名。谢谢宗仪老师。